来继续来到屏东房山的善义村，有一间人家厝，迄个年前也就是屋檐常常放落来，甲停伫路边的2台轿车陷害。讲这间是空厝，厝龄已经60-70年了，这厝主早就无住伫遐咯。啊嘛加在意外发生的当下，无人受伤。 阿蒙通装墙几片绑落来，拄好去陷着白色的轿车，车体钣金红顶一个变形，涂骹还有骨力地的阿蒙头壳，场面真惊人。警方来到现场叫红色线管制，地点就伫屏东房山的善武村。家里唯一的车啊？对啊。我那时候是听到什么？听到砰声音，哇，吓死人！ 车主看到车变作这样的，拢硬气，前后的挡风玻璃嘛拢碎糊糊，车盖搁互部分崩塌的安装墙地一个落落。2台车，我哥哥的1台。哦。啊，这个是前面的那个表哥。啊，昨天有下大雨还是怎么样吗？没有。天哪！ 崩塌的这间厝，拢特别看袂出年纪，涂骹拢是红蒙涂角，现场路苍苍，一栋建物至少已经60栋。大远村。 哦，大远村哦，啊，张太知影讲迄个，啊，就隔壁联络的。这几年的厝呀？差不多60-70年。年前崩塌造成2台车损害，怪手将旧厝拆除。加在当时，敢若造成2台车的损害，无去陷着人，若无效果，就真歹势伤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